后来过来这件就是像人讲的，甘愿救狗啊，嘛无爱救人。这个婚姻未了，有人伫 KTV 头前咧相拍，有一个20岁少年咧受伤，这个救护车要甲送病院，但是这个啉酒醉的少年呢情绪失控，竟然出手来拍救护人员，就参陪这个少年呢要去病院的亲友，竟然嘛对咧拍这个救护人员，是讲拍甲脑震荡，目睭甲颔骨嘛拢受伤，实在是真无站在。这个救护人员报警，而且要甲因告。伫救护车顶受伤这个穿乌衫的查某人熊熊用手表牵边这个救护人员，救护人员这个去到地后，冒出手想要到这个穿乌衫的查某人无停手，一直对这个救护人员，陪这个查某人就伊的亲友嘛替这个查甫人助阵伫拍救护人员，两人拍一个这个救护人员真正是无法度应付。赛车另外一个救护人员一个听到声，赶紧冲去后壁甲解救。第一时间救护人员有报警，警方以现行犯将这两个人抓起来。同仁啊。有轻微脑震荡，然后左颈、胸部及腹部都有挫伤。当时穿乌衫查某人，敢若是伫 KTV 头前，甲人相拍受伤，救护人员是要甲送去病院的，想要到伊煞拍救护人员。云林县消防局针对这款的行为完全无法度接受。我们严厉谴责暴力啦，那呼吁民众珍惜救护资源。救护人员因为救人，煞互人拍受伤，已经严伤要甲告案。